老师平安，平安，观众朋友食饱未？真欢喜，过来讲台语吼。咱今仔要讲的即个歹人吼，真正最近泰国老师敢知影泰国有一个做大的新闻，因为有5个人吼，咱想要去互人迄落嘛是安那害的哦。本来就是讲吼，做大的新闻，所以人逐个吼拢咧注意即个，因为伊迄个是一个明星，咩啊讲歌什么？歌星吗？毋是歌星，毋知影就是算足水诶吼。但是伊是基督徒，伊相信上帝，伊讲伊要服侍上，所以做侪人来参加伊诶告别式，就听着福音，听着讲，咱以后诶世界吼，死了后世界是安那吼。这新闻我哪想有看到，我哪想有看到。吼，做名吼，台湾嘛有即个新闻对无？嘿，是我有看到嘿。伊告别式3天哦，3天诶牧师讲道吼，足侪泰国人拢听着，所以其实伊是一个伊诶死足侪祝福伫内面吼。但是虽然是安尼讲，嘛是足伤心诶吼，感觉迄个歹人，伊若承认伊诶毋对，敢会当得救？安尼，你会当写你的看法吼？你感觉歹人认罪了后，会当去什么天堂？咱讲的天堂，嘿啊，就是吼，你感觉安尼是对的吗？歹人就会当去用原谅吗？像即种杀遐尼侪人的歹人，敢会当原谅伊啊？你想要自古早以前吼，搞即本的迄个吼，观众朋友，你写的时，咱要来感谢一个观众朋友吼，淑华姊妹，老师有看到吼，顶礼拜伊讲啥物？嘿，讲伊本地想要啥物？想要有心对无？是。后来，有人来啊，梅花姐你好，后来伊就是拢无囝，后来呢，伊甲上帝求一个囝对无？你要相信，来，上帝互伊死诶，伊四倍祝福，四倍祝福。四倍祝福，咱今仔日要来讲杯4倍哦，所以咱会注意听吼。好，明辉梅秋嘛来啊吼，你好，食饱未？好，安尼，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即个是一个 A 啊，对无？八里树仔顶的 A 啊吼，八里树仔顶。A 啊，一个吼。咱开始来讲啦吼，即个是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至到第10节吼。咱今仔吼为头10节看完，咱回头来讲即个过程啦吼。19章第1节安尼讲吼，耶稣入耶利哥，得过去的时，有一人名叫撒该，是做抽象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吼，第3节吼。伊爱要看耶稣是甚物人，但是人多看袂到，因为伊身躯矮小。第4节吼，就走做前，爬上双材树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遐过。吼，来咱去看后一页。耶稣对迄位，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。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厝吼，伊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落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嗷念讲，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吼，即写歹人的厝吼，歹人的厝。是歹人。撒该徛地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，互送向人。若是捌为什么人，就将4倍赔伊。咱看后壁来，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拯救到即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第10节吼，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来救伊。好来，咱都翻到头一遍来吼。
迄个你捌听过耶利哥即个城无？哦，耶利哥有啊，迄个第一届因入去迄个迦南地对无吼，就是爱甲耶利哥城甲迄个城啊，迄个啥物？迄个城吼，迄个城吼，迄个墙啊，迄个叫墙，迄个墙壁吼，迄个墙然后倒，壁，然后倒，吼，对对对，因敢有做啥物代志无？因拢无做，因是逐工他妈洗城，吼，他妈洗，对对对，洗到尾伊就变过啊吼，这个耶利这种有哥城，名诶，对，毋免做啥物，踮遐行路就好啊，就赢。是可吼。是毋捌看过即种吼，即个耶利哥城伫耶稣诶时代吼，伊是一是个足重要诶一个交通诶一个所在。吼，哦，伊伫即个咱知影吼，伫即以色列吼，即个所在有一个叫约旦河，吼，伊即个耶利哥伫约旦河诶即个山谷诶内面，伊是吼，往西吼是要去耶路撒冷诶一个足重诶一个路，往东吼是要约旦。所以伊是一个路诶中啦吼，是足重诶所在。即个所在吼，伊有出产足侪物件。迄个我们泰国有种叫做用椰子生，迄种人讲椰子枣吼，椰枣。哦，椰子枣，伊即个所在吼是生产即个物件诶所在。另外伊佫生产种树啊，迄树啊伊会即个泥会当做香料。所以即个所在非常即个人非常诶好业，拢会做生意。是，但是有一个人叫撒该吼，伊去做一项，伊一世人吼，互人认为做歹人诶行业。歹人，歹人诶行业无吼，就是讲吼，就是趁人诶钱，就是歹人对无？伊吼去做一项诶行业嘛，就是讲吼，伊咧做人，即讲吼，伊做抽佣诶头人啊，即台语上个抽佣啊吼。如果咱即马讲到前辈，就是猫税。咱每一个人吼，像咱即摆讲我要一个物件，伫台湾来讲，爱缴5%诶税金吼，政府。伊即个人吼，伊一时咧做某税，就比如讲当时罗马政府伫即个所在管辖因嘛吼，每一个拢爱缴人口税。有可能伊比如讲吼，即个所在有10000人，一人爱1箍，变10000箍。伊缴10000箍，罗马政府袂使啊。但是伊即个人吼，伊做即行业吼，伊有关于讲，罗马政府要扣1箍，但是我要扣5箍，我趁伊要收偌济，就是伊诶本事就对啊。对，到处伊今仔我叫10箍吼，迄嘛伊诶本事。但是吼，犹太人对伊种人伊足受气诶，种人你罗马政府我扣1箍，你竟然我趁9箍，所以大人对伊吼，会当原谅。即人吼，这是歹人。我哪通原谅伊？我辛辛苦苦趁钱，我有可能趁10箍尔，你我抽10箍去，我剩1箍，结果你我趁9箍。系啊。大人认为讲这是歹人。真正诶。但是这人吼，我袂落嘿。这人吼，伊有一天听到一个人叫耶稣吼，要为降。我喺想啦吼，伊应该要听过这个耶稣伊诶一寡过去代志。原来耶稣吼，伊诶学生内面嘛有一个是做抽佣诶，你毋知啥物人？做啥物？做用迄个税吏长，另外倒一个。马太吗？对吼，是马太吼，甲伊共谋诶吼，但是即个人到尾做耶稣诶学生吼，我相信伊无捌听过即个代志。伊想讲，即个人竟然会当做耶稣学生，我为啥袂当做伊朋友？对哦。有可能叫同事嘛吼，即个人会当做耶稣学生，我哪会当做伊朋友？伊可能进前嘛是有听过耶稣诶生涯对无吼？对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即个人吼，死毋死吼，人生足细汉，会分清你偌悬。安尼问我就对，我肯伊差不多吧，250公分尔。150公分吼，150公分应该都会使人吼。即我想，即个人应该比你细汉，所以人群内面吼，伊安那跳安那骹尾吼，拢看袂着所以耶稣嘛看袂着。对，迄若我就放弃啊，嘿，无爱看啊。一般个人会放弃但即个人吼，伊袂放弃。伊讲，既然我即个同事马太吼，就当做耶稣诶学生，
我应该看耶稣，耶稣应该看到我，但是伊人读书啊，因耶稣看袂着，伊嘛看袂着耶稣，伊嘛想要看，伊都想要看，但是伊有足大诶决心，耶稣等下有可能会为了经过，有人树啊，爬树顶看。所以老师伊有钱无满足对无？有钱无效，伊有可能有钱吼，人细汉吼，一世人吼，拢袂快乐，因为逐人讲伊歹人，对啊，无人是伊朋友就对啊。拢无半个人是伊朋友吼。我想伊想，马太是耶稣学生，我总会当做伊朋友吧，吼，我想应该是安尼啦，吼。对。伊爬树顶了后吼，耶稣有过，耶稣拄先有过。你想讲吼？你想啊，如果是你设计出你会安怎想？看着就好啊！耶稣也过，我看着耶稣啊。嘿啊，嘿对啊，欢喜就好啊，对无吼？有看着，我想要看着明星安尼。吼。嘿啊。但是耶稣拄过阵，都无着徛伫树仔骹，抬头看，设计紧落来。我会搁会讲落来了，我今日要点恁，要去带入恁兜。这是抽到头奖。对吧？中头彩。耶稣却捌伊啦吼，知即个人设计伊等住我顶，就要看耶稣。耶稣居然认识嘿，真伊捌伊，毋捌讲过。你请讲来，你请讲。一般啦吼，一般恁知影吼，一般一个人会去带入一个人因兜，是甲有啥物关系？应该是做好诶哦，咱即个爱问明辉美秋哦。恁诶朋友定定去带恁兜，迄是真正是做好诶朋友，较会去带厝里，对无？交代伊来带厝里。对吼，一般啦吼，带入因厝里，绝对会接受伊诶招待嘛，会食饭嘛吼，爱带入遐。一般迄是真好诶朋友，会当去做。对啊，因为嘛袂使凊彩接待人诶，人啊欠恁诶兜啥物？会歹啊，还是你会兜无嫌你煮诶菜歹食啦，嫌恁兜诶眠床歹困啦，嫌恁兜诶茶歹啉啦吼。系啊。所以一般要去带人嚟，有人要请一个人来带恁兜，一定用上好来请伊嘛，对无吼？伊讲捌字，对，就是捌。所以吼，伊请犹太人看到耶稣要去带恁兜，后来人讲哈，耶稣呢，这是老师呢。那肯带人歹人因兜，吼，因为伊做一个行业，人认为歹人，因为伊去摕人无应该摕钱，但是这是伊才调哦，这是伊才调，吼，这是伊才调，人讲这是歹人，就是啊，吼，有迄个观念，所以众人看起，这咩那念，咱来问观众朋友这啥物意思哦？看有人写会出来无？什么叫牛念啦？吼，牛念吼，你想下是什么叫吼？等来，即个牛念等大家讲啦，吼，来，咱先来讲来较你看吼。对。设计吼，落来徛，拢落来到树仔骹徛讲主啊，我要将我诶一半互送向人，若是捌为什么人，我要将4倍行伊吼。即设计知影耶稣要去因兜了，随做一个决定。讲伊要将伊诶所有身躯边所有诶钱完全一半，要送向人，则就无所好。系啊。只有送向了，我早吼捌去开算啥物人，我会赔4倍。是。等下看着吼，伫犹太人诶法律内面啦吼，捌为人诶钱吼，行伊诶1/5就会使啊，1/5。行1/5就会使啊。变讲吼。我捌欠了1箍，我只要知影即件代志了后吼，我还伊1箍，过1/5。佮加一点仔利息就好啊。加一点仔还就会使啊，但是伊无吼，我要伊还4倍，所以吼，伊知影耶稣要做伊朋友了，伊随做决定，真正足欢喜诶吼，将伊身躯边所有钱一半要送向人。真正伊外要得赔人4倍，赔人4倍，伊佫足济哦，可见伊已经足济啊，对无？
伊就我啥物想啦，应通该超过伊所讲应该超过这啦，因为有可能伊去外人这个钱，啊伊嘛有因为外些钱伊真做伊真济趁钱的一个方便所在啦吼。哦，是安尼，好，有一个朋友啊，即个美秋讲碎碎念，一啊，百分哦，一百分哦，一百一百分。分答对了，嘿，对。啊，伊就讲吼，嘛是有人讲，只要是信任的朋友，人介绍的拢会当去因兜住，安尼袂歹哦吼。后一摆老师来，一定去因兜住，因兜吼足大诶，真水诶，而且佫做好钓鱼诶安尼。逐工拢有好聊诶，做好煮食呢。就是无简单啊吼，因为朋友来恁兜来，即个其实毋是朋友对无？是一个有名诶人哦，做有名诶人。耶稣迄阵应该是做有名诶人，来去倒因兜，伊应该是受感动吼，毋是去互耶稣叫伊做诶对无？一般啦吼，要邀请人去恁兜吼，即要互你邀请人要得去啦吼，你着知影讲即个耶稣安怎重视即个设计即个人。是。有人告诉讲要邀请一人去因兜，我无爱，我捌去因兜，伊安那，所以对啊，无拄是要去哦，但是伊耶稣随讲，我要今日要住喺恁兜，伊欢喜以外，伊则做一个非常非常大诶决定。真正诶，伊可能拢一世人无啥物朋友，无啥物真心诶朋友啊，有拢是可能世人无朋友，是无影是有可能无朋友。对，无迄个真心好诶朋友吼，可能拢是为着伊有钱对无？我想伊有可能伊诶朋友吼，拢甲伊同父，拢是歹人，哦，拢歹人。拢是歹人才通做朋友。因为拢是一寡，人讲是一寡即个某税人，拢斗阵做伙嘛吼。有道理哦，做伙做歹人，安尼嘛是袂快乐对无吼？对啊，一定袂快乐诶人斗阵拢袂快乐啊。一定有钱人会做有钱，会当做足侪代志，但是袂快乐。来，咱继续看吼。耶稣对伊讲吼，今仔日拯救要到即个家，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诶子孙吼。伊讲虽然即人是歹人，伊嘛是犹太人哦，伊又原是亚伯拉罕诶子孙，甲因所谓对伊无好诶遐人，共款拢是亚伯拉罕诶子孙。尾来耶稣讲一句话吼，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来拯救伊，即个人子就是指耶稣伊本身。是要找失落来拯救伊吼。我昨下有咧讲是讲，你旧约圣经吼，咱有迄个叫做种浪子回头吼，浪子回头诶故事吼。伊嘛讲着我失落一个囝，今仔日倒得着，吼。嘛讲有人耶稣讲吼，有99只羊，若有100只，但有99只羊，拢好好哦。但有一只失落去，伊就放了即99只去找伊只路行毋对去，伊才用来找转来。真正诶吼，伊毋是要来享受诶对无吼？来遮是要拯救找迄个有困难诶人，伊愿意牺牲家己嘿。伊讲人主来是要找迄个失落诶，伊毋是要来处罚人，伊嘛毋是要来毁灭人，是要来互迄个行路行毋对诶人找着该个路嘛。是，毋是要来迄个定罪啊吼，甲你定罪讲你著是有罪，所以下地狱即类诶。咱也看足侪人拢会误会讲，咱诶基督徒就是要叫人去，无信诶人就会安那吼。无信就大家讲毋是啦吼，无惊代志吼。是，伊讲吼，有人讲，就是真正悔改诶人，真心悔改，无搁再犯迄个人，应该是会当去互下面对无？而且会做上帝欢喜诶代志吼，袂使讲你讲无爱做结果搁去做，安尼就袂使对无？所以吼，做人吼，甲歹人敢会通得救？歹人含做人有咩啊分哈？歹人是做歹代志，有做人
每一个人拢是有罪的人，无一定是歹人，是安尼吗？所以歹我是咧想啦吼，伊遮讲的即个歹人吼，是伊做无应该做的代志啦，叫歹人啦。这啊，无做人吼，做有可能咱讲哦，咱基督徒拢讲咱本身有罪嘛吼，是即个罪是咱无法度甲上帝共款，甲耶是，稣共款，是个无听罪。上帝话就是罪哦，所以有，若是你若愿意来悔改，愿意承认你的罪，对无？就会当去互原谅吼。但是毋是讲今仔日认罪，来明仔载去做歹，来后日过来是，反正上帝做好诶安尼，拢会当原谅我安尼哦，是安尼吗？好，佫有一个人讲，伊可能啥物，想要知影为虾物耶稣无钱哦，有道理哦吼。伊去看耶稣，有可能想要知影为虾物伊诶朋友遐尼济，伊也无啥物钱。嘿啊，耶稣讲吼，讲迄个狐狸有洞，啊，鸟仔有收，但是人无看头壳，说是讲人困所就嘛无啦吼。是，其实耶稣是无啥物好所在吼，而且伊佫是无人去歇困嘿。对，无好所在通休困诶哦，来，所以嘛是真欢迎观众朋友，你会当继续写，继续甲阮讲你诶想法阮会伫尾100集吧对无吼？100集足欢喜诶，就要邀请所有诶朋友，咱熟悉诶朋友吼，会当起来讲台语吼。来，即回嘛是要问讲，观众朋友，你有想要听诶啥物？想要听的主题，会当甲阮讲吼，阮着邀请人来讲，还是你若有想要讲诶，你会当起来阮诶节目讲一两句话，嘛是做好诶对无？嘿，诚欢迎你吼，每礼拜一诶下暗台湾8:10，泰国7:10做伙来讲台语。足欢迎你来甲阮按赞哦，应该是家己按赞对无？你甲家己按赞，你诶朋友会当看到即个好消息吼。无论是做啥物歹代志吼，只要你诚心悔改吼，拢会当得到救哦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真欢喜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诶，多谢。好，下礼拜一再会，平安。平安。